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9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9到56节，耶利米书第32章36节到44节，雅各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警告妇人。关于妇人这个议题，也可以说是另一个非常容易被误解的圣经教导之一。如同耶稣基督曾经说，妇人要进入天国，比骆驼穿过针孔还要难呢。因此，许多未信主的朋友们，他们批评基督教的信仰，说基督教反妇。这种从字面上来理解圣经的方式，的确很容易出现问题，产生误解，就如同我们昨天谈到的不冷不热的水一样。圣经里面谈论到妇有所带来的问题，我们必须回到当时候的背景。例如说，在礼拜天主日信息当中，我们引用的阿摩司书第6章第1节的经文：你们住在锡安无忧无虑，住在撒玛利亚山没有烦恼的人啊，你们凄惨了。你们想要说自己是以色列人的倚靠，是万国当中有名望的领导者。先知又进一步说道，我们看第4节，你们躺在象牙的床上，坐在躺椅上面，吃羊群当中上好的羊肉，牛棚当中又肥又软的牛肉。你们逍遥的唱歌，好像大卫弹琴作诗一样。你们饮酒一碗接着一碗，抹着上好的香油，无拘无束的为着以色列要毁灭来悲伤。你们代表会先被抓，逍遥宴乐将会结束。更明白的说，是说当人们进入了富足的境界以后，就容易失去了警觉，开始了安逸懒散的生活，所追求的就会失去了方向，失去了该有的价值观，甚至我们说他们是为富不仁。这正是先知以及耶稣基督在提醒的事情。正如阿摩司先知所说的，以色列人在生活上因为富足而安逸，因为安逸而远离上帝的真道，因此他们就被掳了，也失去了一切的祝福。满有慈爱怜悯的上帝应许以色列人将要再次的回到应许之地，如同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32章36节到44节的经文说道，上主
以色列人的上帝对我这样说：耶利米啊，人人都说战争、饥荒和瘟疫将使这城沦陷在巴比伦王手中。现在你留心听我说，我曾经在愤恨盛怒之下，把我的子民放逐到各国。现在我要从那一些地方把他们集合起来，领他们回来，在此地安居乐业。那时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。我要赐给他们专一的心，好终身的敬畏我，为自己和子孙谋求幸福。我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。我不但地为他们的幸福着想，好使他们敬畏我，不再背离我。我要专心一意为他们谋幸福，使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有根有基。我曾经使他们遭遇大灾难，我也要照应许把一切的幸福赐给他们。人人都说这块土地要荒废，没有人，也没有动物，它将要被交在巴比伦的手中。但是我说，人要重新在这地方购置田地，人要在便雅悯境内各地区、耶路撒冷四周的市镇、犹大各地、山区的乡镇、山路的村庄和犹大南部的各地方买卖田地，签订地契，密封地契，请人作证。我要使我的子民在这块土地上重整家园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上帝应许并且真实的要带领以色列人归回，再次的进入迦南应许之地，重整家园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，即便他们曾经为富不仁，他们曾经背离上帝而被掳，上帝仍然赐给以色列人得救归回的恩典。但是以色列人必须汲取历史的教训，因为他们也曾经在这应许之地居住，曾经富足，但却渐渐的因为安逸的生活而失去了警觉。因此再次的进入应许之地，享受上帝的赐福的时候，就必须要再次的被提醒，免得再度的因为安逸而偏离上帝的真道，进入灭亡。雅各这样的提醒基督徒，他说：那么你们有钱的人听我说，你们要为那就要临到的灾难痛哭哀嚎。你们的财富丧失了，衣裳给虫蛀了，你们的金银都生锈了，这锈要作为控告你们的证据，又像火一样吞灭你们的身体。在这世界的末期，你们只要知道积蓄财富，你们剥削在田里替你们做工的工人，扣克他们的工钱，他们在控诉你们了。那些收割的工人喊冤的声音已经进到主
万军的统帅的耳朵去了。你们在世上奢侈享乐，把自己养肥了，等待屠宰的日子。你们定无辜的罪，杀害了他们，他们并没有抵抗。雅各明白地指出，这些富有的人们真是为富不仁、欺压巴谢的工人。许多人忘了自己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赏赐，以为是自己的能力，不但全心追求财富，更忘记了行善。耶稣基督曾经提醒跟随者不要只追求世界的财富，更要努力地积聚财宝在天上。耶稣基督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教导不是反富，而是反对因为财富而欺压人们的那些富人。耶稣基督到撒该的家里，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和他们谈了什么，但是我们知道他后来真正的改变了。这一位原本非常苛刻的财主，他宣布说：主啊，我要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4倍。这是路加福音第19章第8节的记载。耶稣基督反对的是撒该的错误行为，不是反对他这个人或是他的财富。耶稣基督也告诉那一位富有的人说：你还缺一样，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，把钱捐给穷人，你就会有财富积存在天上，然后来跟从我。这是路加福音第18章22节。富有不是问题，但是为富不仁是上帝所痛恨的。而把追求财富当为生命首要目标的，却不愿意去爱人、容神的，这样的人是否能够得到永生，是非常明白的了。诗篇第119篇49节到56节，求你记得你向仆人许下的诺言，因为你的话使我有了希望。甚至在患难中，我也得了安慰，因为你的应许赐给我新生命。骄傲的人不断地侮辱我，我却不曾违背你的法律。我记得你以往给我的教导，上主啊，你的教导使我得安慰。我看见作恶的人背弃你的法律，心里的怒火难以抑制。我在世上寄居，我做诗歌歌颂赞美你的命令。上主啊，我在夜间想起你，我谨守你的法律，遵行你的命令，就是我的喜乐。感谢上帝赐下满满的恩福，求主帮助我们在丰盛的恩典下保有谨慎，敬虔的心志让我们不致安稳富裕当中开始安逸，失去了警觉，能够持续的走在真道的道路上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